啟欣苑嘅380尺單位裝修好啦，三友即刻帶大家睇下。玄關做咗個鞋櫃連儲物嘅獅字櫃，右手邊就預留咗空間俾業主擺雪櫃。細房背面對着客廳就有個到頂儲物櫃。各種嘅儲物間隔都可以客製化，按着業主需求而訂製價。業主偏好用軟裝佈置家居，所以都冇整太多櫃。主臥嘅一面牆特登油咗淡黃色，對應地板，同時增加房間色彩。另一邊用木板間咗間細房出來，入面空間仲足夠放到3尺床，再加個床頭櫃添。另外都偷咗啲位來做房間入面嘅衣櫃。業主揀咗胡桃木色嘅地櫃搭配反白色台面，整個廚房台面空間充足，煮飯洗碗就輕鬆好多啦。抽油煙機喉都隱藏咗喺吊櫃入面。再來帶大家睇下浴室嘅部分。浴室櫃因應反沖涼位吊高來防止浸水。門後面嘅高身膊櫃可以擺反浴室常用嘅物品。冇做月屏方便反老人家沖涼出入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